观众朋友，这阵记者人伫咧南方澳的下港大桥。今日这个节目是我同时啊有参与。咱要连线记者洪敏珍，请敏珍甲咱讲。咱台湾社会的对流是欢喜嘛？教室内底资源爱去编辑。民进党在拍算，愈来愈侪人会登去团体，所以发现讲武汉